姐妹，失恋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人生在世，谁还没遇到过那么几个人渣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这样，我叫个小仙人过来陪你，保证你把顾楚舟这个渣男忘光光。And will they line the streets tonight, singing bathe in new starlight, while I'm sitting at the side. 你终于来了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等我？对啊，你是叫阿景对吧？原来是把我认成别的男人。啊！我家不方便，我们是去你家，还是去酒店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说什么？我只是喝醉了，又不是死了。你到底行不行？我要是不行的话，你是不是准备换一个？你猜？听完了。Click the link below to watch more episodes.